依那个说在那个乘客的那个立场上的话，它是多了一个可以在那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那个可以去那个来招呼车辆。那当然了，那个说以我们那个司机来讲的话，那更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在那个很远距离的地方就知道说，下一个车站就是有乘客要招呼要搭车，甚至是有那个轮椅的那个乘客，因为有时候轮椅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客车要停的时候，我们必须找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了要让公车看到，我们就会跑到外面的那个车道去举手。可是这样其实对行人还有机车族都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多了这个铃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安全。咱较早咧等公车咱都惊讲无张伫公车去走过。公车司机咧驶车路况真复杂，嘛咱会烦恼讲无看到有人客咧下手。所以即马咱市政府来推动规划即个智慧单车的系统，会当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拢总有3种的使用的方式。第一种，咱若是有咧使用大台南公车的 APP， 伫咱 APP 内底，上新的版本内底，就有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咱选择咱要坐路线。选择这个我要上车的这个功能，甲试落，就会当直接来通知司机。第二种呢，若是无 APP 外地来的朋友，嘛会当直接扫描咱站牌顶的 QR code，嘛是有这个我要上车的功能，试落就会当来通知到司机。第三种，伫咱现出是有19位的这个候车亭，拢有设置着这个单车的电铃，这个电铃咱甲试落的时阵，阮会通知到司机身边的车机啊。现出是这个智慧单车的功能伫咱3条路线来实施。第一条是咱市区的70号，搁咱第2条甲第3条是咱麻豆嘉里到嘉义高铁站的柑仔石9号甲柑仔石91号3条路线，所有的站牌拢会当来使用。乡亲若咧使用的时阵，会记得通知司机了后，车来的时阵嘛是会记得甲司机下手。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台南市的公车系统现在是率全国之先来启动智慧等车、智慧叫车的这个服务。过去大家的习惯就是在公车上的时候要下车要按铃，现在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也要按铃。按什么铃呢？除了就是说在公车站牌上可以用按铃来这个通知驾驶，而且让驾驶远远就看得到这个停靠站是有人要搭乘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发手机 App 来搭公车来这个预约，同时也知道说这个公车要到站的时间，就不会发生这个等半天没等到，那稍微没注意到公车就跑掉了，过站不停的现象。因此呢，我想大幅优化以及提升了我们台南市公车的服务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小黄公车，现在已经扩充到31个路线，服务天边、海角，就是比较偏远地方的民众。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优化了这个公车的离峰时段的服务，就用9人座的休旅车来取代大型的公车。同时，我们现在台南市已经有95部电动公车了那大大降低了公车的排放黑烟，以及对于空气品质的维护也大大增加。那所以说，一步一步、方方面面来提升公共运输的服务品质，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踊跃搭乘，能够让许多公车真正服务到你的行的便利，也服务到你的心坎里。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6月2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4届第3次定期会，最后一天进行法规报告案、甲3读议案第2、3读会。这摆审查总共62案。大会结束了后，议会嘛替2位副会官员
举办退休欢送会，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登记会上午进行最后一天的议程，包括三读议案第2、3读会，以及议员提的临时动议。会中因警察局长廖宗山将伫大会过后届龄来退休，加上议会议事组的主任梁淑娟嘛申请退休，因此台南市议会特别伫大会中为2位来举办欢送会。由着议长邱丽丽来颁证纪念章。我们台南市议会是一个有温度、温暖、会祝福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虽然在议事厅，我们会为了市民的权益把关，我们会认真的问政，但是我们私下，我们还是都非常的认同我们的所有的主管。那也希望我们的主管一起加油。伫所有议员合唱评剧这首歌，虽然现场有淡薄仔离情。不过，届龄退休的警察局长廖宗山一直以来嘛以台南的治安为荣。我真的很讶异啦不晓得这个桥段啦在我来讲，我是希望我们台南市是最安全、最宜居的幸福城市。经过1年多来的我们努力，我觉得台南市变得非常好。从观光客到现在是台南全国最多的，我是觉得我们台南市真的很安全、很宜居的幸福城市。这位7月16日届龄退休以后。廖宗山嘛表示，会先陪厝内的人四界行行看看，歇困一段时间以后，再来思考未来退休的生活。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落实性别平权的决心，由台南市议长屈丽丽带头，无分党派，今仔日组成促进性别平等连线，签署共同环境承诺书。内容包括着强化公部门性别平等意识，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等各项。第4届台南市议会促进性别平等连线，2月6号中昼，伫议长屈丽丽加副议长林志典的带领，议员无分党派，共同伫环境承诺书来签署。议长屈丽丽表示，台南市议会伫去年跨党派，而且过半数的议员来联署性别的优先。希望透过连线，会用伫台南市来实现性别的平等。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也是多族群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那我想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场出席的除了过半数的议员，还有副市长叶铁山，以及8个性别友善的团体。会中副市长表示，会用代表市长来出席是骄傲的代志。离台南彩虹游行的总召林义婷嘛表示，真欢喜看到台南伫性别友善的旅宿的努力。性别友善旅宿的计划，其实就是我们民间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的彩虹经济。对，那我觉得能够由他们这些市议员来进行推动，并且让这件事情成真，是我们民间团体非常乐见的一件事情。各局处在政策的制定上，都必须要有所谓的性平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啦吼。那所以各局处在政策的拟定上，都会针对性平的工作特别的规划。那希望说台南营造成为一个性平的一个友善的一个城市。会中议员签署共同环境承诺书，内容包括落实婚姻平权的配套措施，强化公部门的性别意识，多元的友善城市空间，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加平权的门前顶5大承诺。性别平等，台南做起；性别平等，台南做起。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上乐先龙用行动支持原乡以内教育资源以及环境，甲安平扶轮社不动产业者一米诊所共同捐款，予高雄市立那马夏国中11万，希望为基层教育定金，呼吁重视原住民的文化传承。享乐先农生技公司长期投入微生物自然农化碳汇技术甲研究，为原乡那马社提供肥培管理甲栽种技术，协助土壤快速检测服务，并辅助导入微生物自然农化，降低农民肥料成本，提高农产销售价值甲管道。日前更协助将那马社出产的水蜜桃行销到全台各地，
上乐鲜农更将销售经验提出50%作为回馈基金，捐予那玛夏国中。这次上乐鲜农起了这个头我们提出了就是说，当时候我们这个销售水蜜桃的盈余然后部分提出来做这个捐款那我们当时候基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个水蜜桃的辅导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农民他在于这个所谓的种植的知识比较匮乏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迷茫那其实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要有一点有人出来做那但是我要影响长辈很困难，但是呢，我如果从基层扎根，从教育开始着手，变得我比较好着手。那从教育着手的情况下，农业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它的通病，包括整个规模的分散，然后还有我们运输成本很高，在那玛夏来讲，这个是运输成本非常的高然后还有整个像销售渠道非常单一这都是我们在那玛夏在辅导农业过程中遇到很深刻的问题非常感谢我们享乐鲜农公司跟我们安平福伦社还有我们一些赞助单位来参加这一次的捐赠的活动。那我们那玛夏国中会将社会给予的各界的资源充分运用在学生的学习上面。那我们国中有规划一系列的校定特色课程从7年级开始的生态3年教育，8年级的2西溯溪，还有9年级的左虎山的成年礼活动。那我们另外还有规划社团多元的社团学习。这次活动，享乐鲜农生记也携手台南安平福伦社、永庆不动产基美加盟店、耀美妍美艺诊所等一同捐款，予高雄市那玛夏各种财万，望会当为那玛夏学生提供更多教育资源和机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教育部国教署推动各中小媒体所用教育基地学校计划，台南市仙草国小就有立选学校甲课程结合周边的观光景点，甲学生运用科技甲媒体介绍家己家乡的故事。位在白河关子岭风景区半山腰的仙草国小，虽然是偏乡实验小学，不过近年来在校长李志轩的带领，不止学生数逆势成长，而且透过多元教学的方式，获得教育部国教署补助，成为媒体素养教育基地。校园内不只设有虚拟主播棚，另外还有剪辑系统，让小朋友学习如何运用科技资讯，将学校的课程与活动做成新闻，传达让大众知道。欢迎收看仙草新闻，我是邱大伟。仙草实小5年级学生规划礼拜4进行单车双铁挑战，由仙草出发前往新营火车站，搭乘火车至善化享用午餐后回程，全程约80公里。希望大家都能坚毅地完成这次的挑战。可以把学校的课程和活动做成一个新闻稿，然后做成一个新闻，让大家知道这些活动跟课程。在成圈的时候，我们的资讯老师教了我们怎么分辨真假新闻，然后老师以石虎作为一个标题，然后老师给了我们许多的线索，让我们核对比较，然后接着呢，最后虽然只有1、2组获得通关的资格，但是我们觉得很开心，很好玩。我在媒体素养学到了家乡绘本的介绍，那我们透过录音去让大家了解我们学校白河的
家乡故事，然后我也曾经去广播电台，讲解我们学校自己的家乡绘本，然后可以让大家边剪片，然后了解自己的家乡。结合资讯与媒体素养课程，不只能让学生进一步判断新闻的真假，而且透过思考与分享传达，学校也发现小朋友越来越敢表现自己。我们仙草实小的媒体课程呢，主要分作2个部分。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是导演相关的课程。那其实我们就会从录制 podcast 啊，然后做逐格动画，然后做影片，做小主播这一块去扩充我们导演课程。那另外媒体素养课程方面，我们是结合资讯课。那我们可能会教孩子从新闻上去判断真假新闻，然后会结合一些资讯软体学习，像威力导演啊。或者是Gather Tom 这个软体，然后结合生活，然后让我们整个课程呢，把媒体资讯这一块结合在孩子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也希望孩子透过科技可以学习到如何正确的使用媒体。我觉得媒体课程带给孩子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其实它有很多部分是要思考。然后思考以后要分享跟表达，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媒体课程的推动之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敢表现自己，然后面对镜头也越来越不胆怯，然后也愿意努力试试看，然后去了解一些不一样的科技产品跟科技的一个运用。不管是课堂讨论、工作坊或者社区踏查，引导学生主动关怀周遭的人事物，运用媒体力量。对生活做出正向的改变，这也是教育部国教署推动媒体素养教育基地的主要目的。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天气热，骑车当红车顶，一人拢挡袂牢。台北市交通局就特别缩短740处路口号志时间，有路口就减少95秒。机车骑士停红灯时，时常曝晒在烈日阳光下，这是夏天街头常见景象。尤其当红灯要上100秒，真的让机车骑士大喊吃不消。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在夏季缩短红灯秒数，共740处路口号志，减少机车骑士及行人等候时间。那其实我们大概每年都会考量，其实夏季天气比较热，那因为我们台北市车流量很大，那我们也有很多广大的机车族朋友，那因为我们的号志其实考量车流量运作周期都是比较长啦，就是为了要疏解车流。但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寒暑假的关系，车流量有比较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是考量到机车驾驶曝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专案。那我们来缩短这个红灯的时间，那减少这个机车族在路口曝晒的整个情形。那我们这个专案大概从108年大概就开始实施了。那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有去看整个车流的一个状况。其实，在9到16点的时候，车流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是针对7、8月寒暑假这个时间车流量比较低的状况去做降周期。那这样机车停等时间也可以比较短，那其实对车流量的影响相对也比较少。那我们这次总共降周期的路口数大概740处，那我们就是针对周期比较长的路口去做一个评估。那其实我们在降周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做整个群组，就是好几个路口一起同步去做处理，那尽量去避免影响到整个车流的续进。那我们时间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寒暑假7月1号到8月底，那就是9点到16点30分，大概比较热的这个时间。依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7到8月月均温最高，且气温多达30度以上。交工处在离峰时段平均缩短红灯21秒，调降最多秒数甚至有到95秒。那我讲一个案例啦，就是说我们大概整个降周期执行之后，平均大概可以缩短21秒左右的一个红灯时间。那最多大概可以缩短到90秒。那可以看到天母东路107巷，因为它从200周期降到100周期之后，那可以看到在行人的这个地方，还有知道的行车的部分，就是可以从红灯170降到红灯80秒。那行人的部分就是可以从150降到60秒，所以我们最多有一些路口，其实红灯是可以降到90秒，就可以大幅减少不管是机车它在路口等红灯的一个时间。交工处将持续观察调降红灯秒数后，路口车流疏解状况及路段连锁性，并视民众反映情况适时调整。
记者翁君台北报道。路边有路树，还有杂草，唔那影响市容，还有天高的疑虑。伫高雄左营区，就一座变电箱，拢互细层的树仔包围。里长向市府反映，也毋过拢无来处理。人行道骑楼电杆下，常常会看到一些小树苗或杂草从地上的水泥缝冒出来，没有清除掉就会越长越大棵。像是这一座变电箱已经被小树长成的大树包围，就太夸张了。如果这些杂草都有一个固定的，像台北、台中，他们都固定都有人在做清洁啊、清理跟修整啊。可是这边这是玉成路，这已经是大路了，还比较少看到这个。对啊，它如果有固定来做修整，其实对我们市容也是蛮漂亮的啊。这座变电箱虽然是台电所有，但放在人行道的植栽带上，四周还用格栅围了起来。现在整个被树包围，当地的新上里里长向市府反映过，对面的变电箱就有把树处理掉，变得干净整洁。而这一座不晓得市府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来处理。那最近有清了一部分哈，就是他有尽快来处理的，这样他就还会回报说，他有清了，不过就是他把它矮化而已哈，没有把它除根啊，这样就很头痛。像这种天气又下雨又出太阳，它很快又长得跟人一样高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台电能够配合哈，跟公园处一起合作，把这条路的这个绿带的部分把它做好，让玉成路这个特色美食街能够更美化，然后让国外的朋友来能够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印象。公园处辖管道路范围之中央分隔岛及人行道的树木植栽维管业务，平时针对辖管场域之树木及草皮进行维护修剪。如民众发现有草皮生长过长时，可透过市府1999专线通报，公园处将立即派员进行草皮修剪。这种杂草杂树乱窜的情形，其他里也有发现过。里长表示，社区志工会随手帮忙拔除，但如果杂草面积太大或树干粗到要用锯的，恐怕就要市府来协助，以免杂树长大挡到行人通行，或停车格停车时刮伤车体。人行道跟马路的接缝啊，会有缝，那缝就很容易积水，积水那些。只要有植栽，有那个种子下来哈，它就会长出来啊。那长出来，大家又在那里分家哈，就很头痛。那希望店家啊，如果有看到小植栽长出来了，就把它拔除哦，这样不要让它长大，这个对那个土地保护会比较好，不会因为串根然后皲裂。好，那你让它长大了，要把它除掉又很困扰。也可以啊，但是问题是，就是你这个理呀，这个什么要有分配，这个。人力来处理啊，一般人不可能随便去弄它啊，人家搞不清楚啊。另有关私人土地如有杂草丛生或环境脏乱时，可通报本府环保局，由环保局依规定通知地主进行环境清洁。市府公园处都会定期修剪路树，但是从边边角角的水泥缝冒出的杂草杂树，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但民众都可以拨打1999向市府反映，要求清除，以维护市容。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桃园市愿望爱心关怀协会举办动情儿童甲艺术家联合公益画展，展出动情儿童甲艺术家的作品，对着镜头做伙来看。桃园市圆梦爱心关怀协会、中华光点儿童重症扶助协会以及艺术家邱文娟，在中立区公所联合举办“爱使我们勇敢，有你真好”重症儿童暨艺术家联合公益画展，展出重症孩童跟艺术家的作品，希望让民众透过画展分享孩子们的故事与心路历程，也一圆他们发光发热的梦想。他们一幅幅的画，有的就是画了说我想要离开医院啊，然后我想要去上课，或者甚至于说我想跟家人出游，然后呈现了黑白，或者甚至于画很多针孔，然后因为他的世界就是这样，然后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所以有了我这个起心动念想要办这个画展。那我们更希望说借着这个画展，能让大家看到这些孩子为了生存，他们的勇敢跟努力，那希望大家都能多多的支持鼓励他们。
其中12岁的佩佩因重症长期住院，在医院里接触到光点协会后，透过艺术辅疗开始用画画来分享故事。佩佩表示，画画的时候痛都减轻了，可以跟大家一起展览，很开心。现在已经完成移植，回归校园。妈妈表示，佩佩的画一开始是宣泄，在协会的陪伴下越来越丰富，也因为自己的经历，让她更有同理心，可以抚慰其他小朋友。会很开心，比较伤痛比较不会痛。那跟大家一起展览感觉怎么样？很开心。一开始佩佩的画作是因为他都要输血，然后呢，他就以西瓜代表了自己。那后来遇到了光点协会的陪伴，让他的画作更丰富，就是生命的过程或者他的未来的想象力，然后用画作去呈现出来。因为他也接触过跟他一样的孩童，所以他可以用自己生命一样的心态去抚慰跟安慰更多的孩子。中华光点儿童重症扶助协会主要是带领重症孩童投入艺术辅疗以及喘息服务。理事长表示，这些孩子回归校园时，总会因为身体的各种原因被嘲笑或是不理解，因此希望透过巡回画展，让更多人认识他们，让社会更友善。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这些生病的小孩子，他们在生病的时候，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都能够继续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也能够得到心灵的安慰，一方面也帮助这些家庭呢能够有舒缓的喘一口气，然后我们也办了那个所有的这个校巡的画展，希望透过这些小孩子的画作呢，让这些小朋友也拥有同理心，最终呢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小小的这些服务呢，能够让社会大众了解，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是很多小朋友需要帮忙的。爱使我们勇敢，有你真好。重症儿童及艺术家联合公益画展，从即日起到5月31号，在中立区公所1楼展开。希望透过艺术为身处困境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爱与希望，也期盼观展的来宾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从画中看见勇气与希望。记者赖伟一头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